即个业气仪式，二观心识，无所有。要观到迄个心识内底无所有地，你观到内心世界较最到心意识无所有。互你的内心世界，甲你的识内底当中拢无所有。伫即种的修行内，到叫做无所有，无所有处境，就无离我离迄个每一个所在，无互每一个人因缘下影响着。有即种的修行模式，嘛真正真危险吼，啥拢真危险。搁有漂浮不定，你心无清净。漂浮是根本嘛是真正爱的物件，所以伊嘛知影今日内识拢咧甲你操控，但是你嘛袂使，让你是转心心理，毋是完全拢无一条路，所以要智慧。所以呢，有甲讲到第三讲非想非想处境，无一个想，无一个空想。即个非想就是无有一个想啦，非想就是无有一个空想，迄达到。这个空啦没有一个想啦无有一个想啦无有一个空想啦，应该这是安尼解说啦，空想非想，就是无有一个想，这叫做非想，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无有一个空想，没有一个空想，没有一个想，这两个意思无相像。所以非想，处定，这就是讲，是无处想处就是讲很细微的东西啦，叫做非想。又非无细想，甚至都无有这作小、作细小迄个小啦安尼做到呢？如此如罪，无所爱乐，清净无为啦的境界。当然这部分已经达到欲望拢无去，但是伫迄个欲界、色界、有色界，这个意境是相关啦，意境，但是这个意境达到迄个贪嗔痴拢无去，这应该这部分内底当中要跳出着。欲界、色界、有色界，进入阿罗汉的初果，叫做殊陀。你进入初果，因为这物件无当了后，伊心里面嘛是困难应该伊内底当中呢，这个伊甲你分析啊，真细，不可能一定。而且细比咱大家来欲来了解，来欲了解，互你了解。这是欲界是安怎生？你欲界就是有一个，这个欲界是有一个迄个咱就讲无卵生状、胎生状、死生状、化生生欲界。你欲界内底有色界有18界，有18相天啦到无色界有4相天，这拢叫做哪呢？有卵生、有胎生、色生、有化生界，有有色、有无色、有有相、有无相。叫无色界，若非有相非无相，这叫无色界。简单讲起，这三界众生安尼对。这三界众生就是安怎？你今日因为遮就甲伊写倒转来照来讲你今日所有众生是，你今日所有众生，你今日要做一个菩萨。伊另外再甲你讲这咱好已经互咱了解一下你要做到一个菩萨你要做到一个苏摩地你要做到一个菩萨，要到一个摩诃萨，你要达到这个意境，要爱做什么行为？要爱做啥行为？要爱去，应如是好其心。你要学菩萨摩诃萨，你若无用着清净的心来降伏你这个梦中心，其实你是有成功。这第一。第二问题，你要度这，你要做菩萨摩诃萨，你要有一切众生之类，用卵生、用胎生、用色生、用化生、用有色、用无色、用有相、用无相。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叫做
三界众生，你的什么物件？咱拄则就咧讲，咱拄则有讲着啦吼。我该明入，无为了传奇袂多志。哦，因为我要互即阵啊，三界众生，拢这是三界众生部分的这个十大类啦吼。哦，海远十法四种，而有性就无性，就分做两种啦吼。这加起分做六种，有性无性分做四种。这10种我拢要互入去，我该认入，迄个该就是全部拢要甲灭度，拢要甲度化，拢要甲度化。但是度化了后，要就入，就是要互误入，嘛要有正入。我这个菩萨无好杀，要互即个人入到无为的传义的所是。哦，这个你甲讲起来，这讲啊什么物件？这已经经来就讲，就参用慧觉观世音菩萨，众生啊无无尽，有相款的意思。慧觉地中部分有讲出话，迄个地角不空，谁不成分？谁不是成分？伊是这个意见哦。我众生啊无尽，我毋成分。哦，咱各位见面，慧觉观世音菩萨，哦。观世音菩萨，伊看这个世界，人你甲讲起，伊总有道尽，伊道无尽啊，但是伊真是当然好个人。地藏菩萨伊过去地藏菩萨，地角无空，啊谁不成分？地角无空，地角无空嘞，毋过呢，伊真安那，真地藏菩萨啊，但是毋过即段话咱来听，我哪我有法度，我度这个三界众生度无尽，啊，我就无造成分。但是若安尼，我靠一世人造不能成分。如果咱若安尼想，可能会家己办到。其实伊是叫咱发着一个清净无为的心。这个清净无为的心，毋是讲你一定爱甲度法者，就是你尽量去做，你去做，但是我就是无碍。就参考咱过去咧讲，日本迄个莫法亮先生，莫法亮先生因为一发潮一直抢，咱过去看到个网络是讲19万，迄个19万几户啦，24万去抢，叫我抢，伊抢物件就到咱头前，无啦吼。但是你莫法亮先生这里面一贯在内底，因为网络内底东西，这人真正强。先啊，大家嘛有经济来看我即点，拢会记着莫法亮先生，伊导人一种莫该的认真无为的法，伊袂倒去。如是无量无所归，就是是无众生。这先怎讲呢？当然，咱而且讲我里面三界众生，这十大类，海咱十法四种，有性无相，分为2种共6种。按伊的身体有相甲无相来分4种，这是分做10种。莫该认入，拢互伊会当入来，正经入来。哦，我即个菩萨甲摩诃萨，无为一传二个都是。其实即句话，这内底当中呢，哦，这内底是迄个原则足大啦。但是即个原则足大，你要达到即个菩萨摩诃萨，其实你无安尼做。你嘛袂当做咱即个赞许，毋过呢，因为你要伊即摆即句话是讲，因着印出因效，其实要达到即个意境，但是我即个心变得项目好势，咧讲即个物件。毋过呢，即个问题我思考，讲其实咱即个外口众生，外口众生啊，咱内底众生，咱内心的众生，咱有莫该认入无为一法，咱。互咱内底众生，要咱入了无为一法。毋过咱要互外口的众生入到无为一法，拢无要咱内底众生达到无为一法。那安尼咱内底众生无达到无为一法，你要外口的众生达到无为一法，靠啥办法？因为第一个，你修的是，你度人度的是，你为心定心，你内心世界无分量，你就不能教育法。
人一句话来，可能你的语言，你内底重心就是掠起，哦，你的计较甲比较，你的梦想积极就掠起。那啊，你梦想积极掠起内底当中，你着家己因为先来办到，对不对？咱常讲一句讲，最大的竞争就家己啊，啊，最大失败就家己啊。哦，所以嘛，叫知己知彼啊，必见必胜。哦，无为的传，啊，一句话来讲起来，你要度化一切众生，这个菩萨发心，就是十方摩诃萨发心，无为的传，大乘的传，伊是这个的传内底当中啦吼，有分这两种，第一种个无为内涵，这个无为，这个无为啦吼，无为。无为内涵吼，甲有为内涵，这两种无共啦吼。这个无为就讲叫做菩萨，菩萨。这个有为内涵就是咧阿罗汉。有为，无为有为。阿罗汉是安怎有为内涵？因为有为内涵。离佛教上有一个叫做有一种叫无为一，无为一啦吼，无为一内涵。有为一。因为这个涅槃内底当中，也有一个依人内底，也有一个有为内涵，也有一个有人内底，无法度达到无为。这个菩萨，一定要达到无为，这叫做菩萨，菩萨。有为内涵，即无达到菩萨意境。伊也有一点仔过程，虽然也有小可执着，所以伊也无达到完全清净无了。这叫做因佛教上应该咧讲，有为内涵就是大乘涅槃，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所以爱知影众生这个涅槃，就要达到圆满正灭，这叫做自性涅槃，叫做自性。叫做呢，叫做自信佛性，伊是达到就是伊本来的自性，伊本来就是无一物，这个无一物，并无清清净净完全无了。所以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嘛，修行叫做有余内涵，有余啦，有为啦，有余，有余跟有为应该差不多啦吼，因为为着到点啊，余就是。有无够清净，这个意思，伊叫有余内涵，甲无为依内涵。有一个依内底当中，即种啊上小乘啦吼，今天我有做说明吼，所以不能称为叫做无为内，我当是有为内涵。我该令入无为涅槃。甲伊无讲，我该令入无为无余依内涵，为伊有一句话来讲，伊讲我了即定啊讲正道菩萨，会迄是安尼啦吼。所以呢，伊讲我不能这个，所以不能称为叫做无为内涵，修行叫做为内涵。所以有这个疑，就代表伫三界上后一个建立事业，这个断了带咱三界。以外后一个叫做成三宝，所以咱我过去捌讲过，因为要证着佛的内底当中，伊菩萨内底当中，伊个传四业，一个叫做见业，一个叫事业，一个叫做变化业，一个叫做无明业，这叫做四业。这个四业一定要进入菩萨，这个无明业无明啦吼，无明业，这个叫做无明。这无明吼，无明要爱断，是安无明要爱断，因为咱人菩萨，咱无明就是咧种菩萨，咱要进入了初地内底当中，因为有为小，所以成三宝，迄个金属的很细微，你观察袂了。因若要甲讲诶，迄菩萨要观察，迄是上歹观察，所以一定要发觉咱观察咧观察。但是伊要进入初地，一定要进入到呢无明，伊呢爱看这个无明吼，这个无明就是真简单讲起来，因为完全无完全清净无了嘛，
所以高雄那是为了讲，那么见着一款的地，啊，好一款的路见着一款的地，好一款的路所以你种土地就是种到的，哦，